就發覺香港咧係一個東南亞嘅金融中心啦。咁佢咧就好多高樓大廈，人又多，車又多。但係咧就生活咧好緊迫嘅，同埋好急促咯啲生活節奏。咁但係咧嗰度咧就商機處處啦。香港嘅人嘅生活咧係好忙碌啦，咁地少咧又人多，而且咧就係生活節奏咧就好急促，咁啲樓價咧就好高，咁啲人嘅生活咧就係好擠迫啦，居住環境。咁佢係一個金融中心同一個旅遊點嚟嘅，咁加上咧呢個中國大陸嘅繁榮啦，帶動咗咧佢更多嘅商機咯。大澳咧就係一個香港離島一個小島嚟嘅，係一個小漁村啦。咁佢嗰度咧出產鹽嘅。咁呢個小漁村咧有山有海啦，有樹有木啦，有花有草啦，亦都有一啲好別緻嘅棚屋。咁有人稱佢為呢個東方威尼斯咯。大澳嘅獨有文化咧係有兩種啦，一種咧就係鹽業啦，佢開埠以嚟咧就係出產鹽嘅。咁以前咧啲鹽田咧就度度都有啦，白茫茫一片啦，好有特色。咁因為咧啲年青人咧就中意出去城市嗰度做嘢啦，咁於是咧就形成咗呢個勞動力減少，所以啲鹽田咧就漸漸荒廢咗啦。咁另一個特色咧，大澳咧就係呢個鹹魚業啦。咁因為佢係個漁村，所以佢出產嘅魚咧，亦都好多，魚獲得好豐富，可以咧即刻捕即刻製造啦。咁所以品質咧好優良嘅。但係因為年青人咧，大部分都唔中意留守喺大澳作為一個漁民啦。咁於是咧就變咗咧捕魚業咧就式微。咁雖然而家大澳咧亦都好多鹹魚賣啊，到四周圍咧都係成行成市嘅。但係已經唔係大澳嘅出品，係外地入口入嚟嘅啦。嚟講咧，大澳係喺香港嚟講係好重要一環嚟嘅，即係初時咧，香港嚟講係一個漁港嚟嘅，未曾達到一個世界嘅城市級嘅。而家陣時咧，係由漁港變成一個城市咧，漁民嘅勞工都有勞。咁所以大澳就成為佢哋好似一個避風港咁樣，喺假期有好多人都嚟大澳旅遊啦，學生嚟大澳考察啦、學習啦，一個家庭亦都嚟大澳嗰度閒情啦。咁所以我諗香港人係好需要有好似大澳呢個地方作為一個閒情嘅一個地方咯。大澳文化。其實我覺得文化源於生活咯，即係我哋大澳嘅生活咧係即係有社區生活咯。喺而家香港即係咁多社區嚟講，到處喺商場廣場，咁大澳仍然能夠有鄰里關係啊，有自然環境啊，有過去嘅歷史啊、生態啊，咁所以係好特別嘅。咁其實大澳嘅文化亦都屬於香港文化嘅。咁如果能夠讓大澳呢個地方可持續發展，無論喺生態啊或者社區生活啊繼續持續咧，呢個係大澳係即係好有代表性嘅社區咯。其實我係覺得咧，係保育社區咧係每一個人嘅責任咯。
我哋大澳人咧都係每一個社區嘅保育者嚟嘅，因為我哋覺得保育唔係淨係保住一個建築物啊，或者一啲舊嘅物品咯，而係保育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活有鄰里關係啊，有大自然嘅環境啦，有文化啦。我哋大澳譬如好似每年嘅端午節啊，或者係正月20嘅土地誕啊，或者其他廟誕，都係好多人會翻嚟大澳，形成好多凝聚力啦，好有社區歸屬感。咁所以如果係即係大澳能夠繼續 keep 住係令到我哋居民對呢個地方都有感情、有歸屬感，咁我諗個大澳文化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咯。但係如果我哋大澳嘅人都唔愛大澳嘅，唔關心大澳啲地方，咁就會出個問題。但係而家近年呢，我發覺就係好多香港人呢都愛大澳呢個地方，但係政府就似乎唔係太愛大澳呢個地方，所以都想將大澳變成好似東涌啊，好商業嘅一啲地方，所以希望即係大家都去表達發聲音，即係話大澳屬於全港700萬市民，我哋要愛呢個地方，讓佢可持續發展。我當然特別中意自己嘅故鄉啦，因為喺度出世啦。咁我亦都喺城市度做過嘢，所以比較咗之後，我都係自己中意翻呢度嘅生活，所以喺翻呢度生活。對呢度特別有啲感情，係即係唔中意太過煩囂嘅生活啊。喺年青嘅時候咧，後生嘅時候咧，我係中意呢個香港嘅，因為香港咧係有機會啦，有商機啦，咁節奏又快啦，同埋咧就生活好多姿彩。咁而家我已退休年齡啦，我就會中意大澳咯，因為大澳咧嘅生活咧係悠閒啊、自然啊，同埋簡單傳統咯。會㗎，因為佢哋好忙碌咁喺度拼搏啊嘛，咁根本都冇時間同埋冇能力去維持呢個傳統文化啦。唔多唔少都會嘅，咁只不過佢哋到過時過節都會翻嚟呢個大澳度過下一啲傳統嘅節日啦。咁你話傳統嘅節日都係一種舊嘅文化啦，算係。係非常之重要，我覺得，因為咧佢要維持呢個傳統文化，能夠俾一啲好繁忙嘅香港人咧嘅生活咧有一個舒緩同埋歇息嘅空間咯。當然需要啦，即係其實香港係需要一啲好似大澳嘅後花園俾人哋去即係懷緬下過去啊咁樣。其實即係一種保存文化，因為一啲人去睇個文化嘅，我覺得就係保育翻自己嗰個原有嘅文化，我覺得係喺教育裏邊係要做一啲手腳咁樣。我認為應該即係將佢哋將呢個大澳咁嘅休閒文化咧就推廣出去先啦，即係俾佢哋知道原來大澳咧係咁嘅生活模式，咁令到佢哋能夠置身當中咧。因為我個人認為點樣好咧，就係好似你後面嗰啲觀光船啊、海豚嗰啲咧，就可能即係我知道佢哋可能